真侪人可能认为讲，坐囝饿死爸，坐新妇饿死大家，因为台湾的人口确实愈来愈少。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发觉，今年1月到7月出事的人口拢总是10.165个人，比死亡人口10.3952个搁较少。若是人口负成长，绿岛内底台南、高雄这2个市上较严重。小儿科的医生嘛讲，今年特别有感觉。老母嘛讲到，上主要原因就是压力伤过大，薪水无讲介济，抑个带囡仔政策，若是会当搁较交转，大家都较开心。Hello， 小 baby。才拄出世2礼拜小班的笑容，互爸母感觉足幸福的。妈妈用爱心来照顾囡仔，帮助伊认捌这个世界。不过其实有真侪人是唔敢生囡仔。今年的部分前半年的话，这个趋势尤其明显啊，的确在高雄市出生的宝宝数是有下降的。新生儿科医生感受上深，根据内政部统计资料显示，今年出世的人口比预估的更较少。1月到7月，敢若有10.165个红婴仔出世，若比国发会旧年预估的较少，嘛比死亡的人数较少。分析6都，其中台南、高雄的情形上严重，自然增加率是减少的。现在目前的那个收入的一个部分，可能新手爸妈会觉得说，即便是双薪，对他们而言，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的压力。我觉得好的托婴环境，或者是比较好的补助吧。住伫南部拄生囡仔的妈妈讲，薪水照顾囡仔的政策教育，若是会当更较严严，伊嘛才会较敢生。像讲全台湾生囡仔的种类，台南就是吊车尾的。不管台南市或者其他县市，大家定了生育补助之后，整体的生育率并没有提升，可见这个生育补助并没有增加国人生育的意愿。中央甲地方就要好好合作，甲长期的社会福利政策做好，安尼民众唔才敢放心生囡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